各瓦街，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愉悦的心情来到圣殿当中，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我咱你甲隔壁讲各瓦节快乐，复活节快乐，好吗？复活节快乐，复活节快乐。黑暗遮蔽，患难临到，背不起十字架的时候，我求你扶持我们，安慰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确信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主耶稣，求你借着十架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诸般的不义。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十字架。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跟怜悯，在这受难周到复活节的期间，主，你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和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钉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且在第3日复活，胜过黑暗的死亡权势，使我们不再被黑暗势力所辖制捆绑，我们能得着自由与永生的盼望。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显明了你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你用重价为我们赎回的，因着十字架，使我们可以重新与你和好，并且得着永生的应许。在复活节的今天，我们献上对父神最真诚的感谢与敬拜，愿你来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第二段祷告，我邀请弟兄姐妹为我们个人的生命更新的祷告。主既是复活的生，他要带给我们也有复活的生命，他要帮助我们透过复活的神，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重新让我们更新，重新让我们的生命改变。邀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生命个人的生命更新，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来祷告。让大家开口来祷告。父神，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相残的灯火你不吹灭。我们时常软弱，求你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软弱，在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深刻的反省，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领受父神你的赦免与救赎。阿爸父啊，求你恢复我们受伤的心灵，医治我们的忧伤，使被掳的得释放，使胆怯的灵变刚强。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们的污秽，从悖逆当中回转归向你，不再孤单害怕，在你的慈爱和怀抱当中找到永远的家，以喜乐的油代替忧伤的灵，与众弟兄姐妹一同经历主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活出复活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唱这首歌。赦免。
耀的是，每一间教会，神所设立的教会，都是他的心意，都是他所愿意让他长大成长的教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每一间教会都能够互相的合作，互相合一，为了神国的复兴，一起来努力。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为神国的福音，为众教会的复兴与合一，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将众教会的复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兴起每一个奉你名所设立的教会，求圣灵亲自掌权，除去教会的冷淡与分裂，使每个教会刚强起来，圣洁扎根在每一位信徒的身上。年轻的世代愿意起来，委身回应神你的呼召，也求主赐下能力，使信徒在生活和事工上彼此相爱，互相成全。恳求你赐下勇气与胆量，让每一位信徒能宣讲真理，为主做见证，成为福音的勇士，使复活的福音传遍全地。好不好，父神，我们愿意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使教会之间也能彼此配搭，互相帮补。每个教会都将神的国度扩展看为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愿你的救赎信息传遍每一个角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最后，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为世界的安全和和平来祷告。这几年，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非常的混乱，常常战争发生，常常看到国与国攻打，看到民攻打民，看到许多的人流离失所，失去了他们家园，失去他们的生命。我们求神亲自怜悯这个世界，亲自带领这个世界成为神所喜悦的世界，让神圣灵亲自来浇灌这个世界。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个世界和平祷告。耶稣，你为爱来到世上，你为爱走向十字架，你把爱活在伤口上，但你却用爱战胜了死亡。主，你的爱改变了历史，你的爱也重生了这个世界。怜悯人的上帝，你与爱哭的人同爱哭，拯救受逼迫的人，侧耳听困苦的人，以及伤心被捆绑的人。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乱世之中，有许多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事，也导致了许多的人民失去家园，甚至丧失了生命。求主怜悯，止息干戈，保护无辜平民免受灾害。也求你赐下智慧与怜悯，使领导者以
真理治理国家，以公平与正义对待人民。求神也医治每一个受伤的心灵与肉体。虽然在动荡之中，仍然有来自属天的平安在他们的心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诚然担当我的忧
山阻险，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无求你力，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领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盼望。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估量如此恩典？希冀永在身，将杯子高天，背负我罪，担我羞愧，借十架宣告我已得赦免，万王之王将我拣选，荣美的救主，我愿永属你，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荣耀倾城里，你拯救应许，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荣耀倾城里，你拯救应许，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荣耀倾城里，你拯救应许，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主耶稣已经得胜利。
耶稣已复活了，这是我们全人类最大的喜讯跟宣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全人类领受到这个极大无比的救恩，所以我们现在聚集在这里，唱出赞美的诗歌、荣耀的诗歌，也看见主耶稣的救赎，打破了死亡的权势，攻破死亡的毒钩，让我们重新得着生命的盼望。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阮众人聚集伫遮，用吟诗而乐，用祈祷，用感谢，我们要来欢喜主国我。主国我唔是一个故事，主国我是一个活命溃烂的来源。阮众人伫遮聚集，领受这个祝福。我们今仔日早起的敬拜，对吟诗而乐、祈祷、感谢，也通过洗礼、圣餐来见证上帝你的救恩。愿你的圣神伫阮中间，通过每一个环节，阮大人拢领受圣神的感动。我的敬拜荣光归你主，众人兄弟姊妹领受这个上至好、恩典的礼物甲祝福。
主，我伫你面前谦卑，认阮的罪，是伫阮知，若毋是主耶稣基督为阮来死，靠阮就无即个福气通领受。所以，阮也要伫你面前恭敬，将每一位要受洗的兄弟交托主你的圣手，愿主你亲自眷顾、保守、引带。愿安尼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我们请弟兄姐妹仍然站着，咱要来坐读《使徒信经》，用华语、台语都可以。我们一起来，预备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落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堂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阿门。大家请坐。启应文第3篇，诗篇第2篇。列国是安怎做声势？地上的君王在排阵，统治者斗阵计谋。因讲，咱来讲嘴压制咱的担。上主坐伫天顶在笑，伊受气甲因警告。伊讲：伫我的圣山锡安，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君王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对我求，我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你要用王的铁管，甲因讲喙。正君王啊，着谨慎，着用敬畏服侍上主。才免伊去圣地，互恁踮路中灭亡。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伫这个荣耀佮充满盼望的日子，阮同心组织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佮懊恼。因为你的疼甲慈悲怜悯，主耶稣为阮钉死伫十字架顶，来救赎阮，也对死搁我赢过罪恶甲死亡，将永远的活命赏赐予阮。主，阮大大感谢你。主，伫今仔日，阮伫你的圣殿敬拜你，你将搁我的大能充满伫阮中间。帮助阮的心灵得到更新，互阮伫怀疑中建立信心，伫忧伤中得到安慰。主，阮要学了你无煞，你将各我的喜乐放伫阮中间，帮助阮软弱得到快乐，病痛得到医治，困乏得到透放，将这个稳定甲荣耀、赦免甲和解。放伫每一人的内面，主，阮真正有福气。各我的主耶稣，成做了阮生活中活出疼的源头。主啊，愿你引导教训我们，使我们不只是庆祝复活节，更愿意在每一天活出复活的生命。
帮助我们用爱心服侍人，以信心跟随你，带着盼望来向你奔走。主，我们也愿为这世代来祈祷，求你停止纷争，赏赐仁爱、公义和和平。你复活的平安就临到万民，使人人归向你，彼此相爱，得着救恩的大喜乐。爱我们的主，我们也为着今天神圣而喜乐的时刻献上赞美。你是生命的主，也是立约施恩的神，你的爱世世代代长存。求主赐福看顾今日参加小儿洗礼的孩童们，让孩童在成长的过程中被你的慈爱围绕。我们也为参加成人洗礼、坚信礼和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感恩祈求。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各样环境中，因着领受你的爱，活出与蒙召相称的生命。主，我们特别为着教会领受50年来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在你的保守与带领中，我们见证了你的信实与丰盛。求主帮助我们在复活荣耀的大能和你无比的大爱中，持续更新我们的心智，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忠心跟随你的脚步，行在真理中，勇敢向前行，使富强教会继续成为这世代的光和盐，传扬主的福音，分享见证你的爱。主，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荣耀你的圣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求，阿们。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2位，阮等下呢，咱要用台语来读，请咱国语的部分家己来看周报。第一位的圣经是伫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到第2节，11节到18节。礼拜日透早，天还袂光，我大粒的玛利亚去墓地。看到门口的石已经刷开，伊就行去找西门彼得，搁去找耶稣所听迄个门徒，甲因讲：有人将主对墓内刷走，我毋知因甲伊放伫倒位。玛利亚徛伫墓外咧哭，伊哪哭哪压落去看墓内，看到2个穿白衫的天使，坐伫原来下耶稣的遗体的所在，一个伫头这边，一个伫骹迄边。因问伊讲：妇人人，你哪在哭？伊应讲：有人甲我的主刷走，我毋知因甲伊放伫倒位。讲煞，玛利亚活转身，看到耶稣徛伫遐。毋过，毋知伊是耶稣。耶稣问伊：妇人人，你哪在哭？你在找什么人？玛利亚想做伊是故园的，就应讲：头家，你若有甲伊刷走，请甲我讲，你甲伊放伫倒位，我通去甲伊收转来。耶稣甲伊讲，甲伊叫玛利亚。玛利亚活转身，用希伯来话叫耶稣。拉波尼，意思是老师。耶稣甲伊讲，毋通甲我起地，因为我犹也未去上帝我的爸遐。你着去甲我的兄弟讲，我要上去我的爸，嘛是恁的爸，我的上帝，
嘛是恁的上帝遐。抹大粒的玛利亚就去甲门徒报告讲：我已经见到主，佮公主有甲伊讲遮个话。第二位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是啊，你的胜利伫倒位？是啊，你的毒气伫倒位？死的毒气是罪，罪的威力是对律法来的。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愿神祝福攻读他话语的儿女，亲自赐给我们亮光。赞美，今天圣歌队要来带我们一同赞美我们的父神。今天要献唱的诗歌是《无比大爱，无比大疼》。伫搬过节的无几前，耶稣甲伊的门徒行伫往耶路撒冷的路中，准备要去庆祝一个犹太人的大祭期。一大群群众听到耶稣已经到伫伯大尼，甲伊的好朋友玛利亚、伊的阿姊马大，以及耶稣互伊对死搁活的小弟列撒罗做伙用餐。众人围雷，爱要亲自看见这位充满气力、行了侪侪神迹的先知。当耶稣甲军队伊的人特别到伫耶路撒冷的时，群众哪来哪大声。伫耶稣入城的时，众人也张手伊去野子，话讲：何塞那，奉主圣名来，应该得到俄勒，归于以色列的王。Queen
人自集备办搬过节的迄几日，何山那的歌声，伫耶路撒冷的街头巷尾三应声。搬过节的大日子到了，门徒问耶稣，看伊爱因去倒落，准备因家己着手的搬过节。耶稣就指示因去到城内，伫遐有一个摕水办的人，伊话带因到伫一个已经备办好势的楼顶，就伫遐，因要准备过节。到伫暗暝的时，耶稣甲伊的门徒三甲自集，享受搬过节的宴席。当因得要食的时，耶稣摕饼祝谢了后，就对因讲：摕去食，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耶稣搁旁杯祝谢了，讲：摕去啉，恁拢着啉即个杯，这是我的血所设立的约，是要为着侪侪人流出，通互因一切的罪过得着赦免，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我
当世间的救主受死来完成上帝永远救赎的大计划迄时，全地拢恬静啦。这位谦卑的人子，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样相，出世甲人相款。伊甘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有一位罗马的秘书长，是参与伫钉死耶稣的人，伊看到主的情景，心肝大受感动，讲：这人真正是异人。毋免犹豫，耶稣所讲的话，伫遐个徛伫十字架的，见证伊死亡的人的心内，不断地回转。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无有比这个较大的疼。
神无尽的爱，跨越了永恒，胜过了仇恨、自私和不公义的愚昧行为。或许，罗马人和被误导的宗教领袖们，在那日钉了神爱子十字架，但他们却无法粉碎这信息，以及神无尽的爱。爱的救赎工程尚未完成，就在7日的头一日，安息日的黎明之后，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坟墓的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基督复活，正如他所说的，唱哈利路亚！基督，你从死里复活。哈利路亚！圣歌队最后一句哈利路亚，是咧见证咱的主已经对死过活。咱真感谢圣歌队用水的诗歌来带咱敬拜上帝，
咱搁一遍普声，感谢鼓励，谢谢。但先是咱的献歌队今年咱有真多的这个献唱所以无论是今仔日的各偌济的献诗，搁有4月26的献歌队的这个观摩，搁有8月初9，咱教会要举行50周年的这个感恩礼拜，因拢担任足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献歌队员真着麻，咱特别搁甲热烈掌声，来做多谢。好，我们先入座。咱嘛真多谢咱的乐团今仔日是小而美的乐团，但是效果无输大乐团咱甲咱的乐团、咱的指挥，还有咱的司琴，拍拍多谢。咱今仔日有一位客座足这个高档的咱的司琴，就是咱的这个徐慧芳老师，咱甲特别谢谢伊客座老师谢谢他。好，那我们请慢慢同工来帮忙把这个讲台来撤掉伫咱在准备的中间，牧师搁做一个补充的报告请同工来协助。咱今仔日听到圣歌队唱优美的歌声，嘛有这个乐团来演奏，但是呢，有一个新的乐器伫咱中间，唔知咱有听出来无？就是咱这只已经新买出来的钢琴伫这个所在，咱嘛拍鼓一个安尼拍鼓一个，感谢主。咱今仔日有几项这个程序要来进行牧师伫因咧准备中间嘛，先来做一个报告，安尼时间较袂影响到。第一，咱这个献诗了后，咱有分享主的话，当主的话分享了后，咱有一个真特别，各偌济。洗礼式咱拢总有3位成人洗礼，有9位这个信仰告白，搁1位坚信礼，还搁有3位可爱的小朋友细囝要来受洗礼咱为着这个来代祷求上帝施恩甲赐福，而且咱也要做伙来领受这个各偌济圣餐，通过圣餐来见证主奇妙的救赎咱这个顺备办讲道，咱请学牧师来为咱讲道。讲道的题目是“空蒙的曙光，新生的开始”，空幕的曙光，新生的开始。欢迎你这位，咱今仔日用欢喜自这笔遮，做伙来欢喜咱的主国我，这国我。真做基督徒上要紧的一个节日，也是会当讲一个重要信仰的基础，是因为咱的主因为死过活，带来整个生命的改变甲拯救。所以我要招咱甲隔壁的兄弟姐妹讲，祝你过偌济快乐，好无？甲继续祝福一下。在上个礼拜呢，牧师在棕树主日的时候，用了3个棕树主日的象征一个就是这个棕树第2个是驴子第3个是这一个十字架，来说明耶稣走上各个他道路的重要，以及他为人类的救赎来牺牲所带来的改变。
那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牧师要透过另外一个意象，就是空的坟墓。空的坟墓，到底空的坟墓对人类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这个坟墓不像台湾人习惯看见的坟墓。台湾人看到一般的墓是凹土，凹伫土底，然后等安葬了后，把土砍起来。古早佫有把土堆，互伊悬，像一个墓堆安尼无啥物空的，甲无空啦。当然有人捡骨捡起来，毋过土佫砍落就无去啊。但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有空的墓。空的墓象征了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图画的意象，但是这个是真实真实在以色列，他们平常平民百姓他们所使用的坟墓，就是真的有一个石头挖的洞。那个洞呢，有外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借由师傅的工艺把它砍成圆形的。圆形因为它能够滚动所以当从上面滚下来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墓的门口挡住了。那圣经就是记载着7日的头一日，礼拜天的早上，有一位叫做玛利亚的，她天还没亮，她叫玛利亚，特别是指出她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她看见石头已经移开了，石头移开了，哇，她惊讶的不得了。这个意象的图画，这位玛利亚看见那个墓的石头移开，走到里面看见那个木床的遗体已经不见了。哇，圣经就记载像刚刚我们所说的，石头移开了，然后他就赶快去找耶稣的学生彼得，还有另外一位他所钟爱的门徒，一般讲就是约翰说哎呀，有人把墓里的主人移走了，我们不知道他放在哪里了。那这件事情就一直运作到那边彼得还有约翰他们也来看了，真的没看见了，只有那一块麻纱布放在那边。那一旦门徒进入到这个墓，看见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圣经有记载说，他们就信了。信什么呢？就想到了耶稣在之前还没钉十字架前跟学生说，3天后我要复活。所以2个门徒就回家去了。好，这件事情是玛利亚看见空的坟墓，然后门徒来处理过，空的坟墓就找不到了。但是呢，这位玛利亚仍然心情没有平复。接下来就是我们读的第11节，玛利亚还站在墓外来哭泣，一边哭一边往墓里看。而且墓里面有2个天使，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原来放耶稣的遗体的地方，一个在头这边，一个在脚那边。他们就问玛利亚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为什么哭呢？”他说：“他们把我的主移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它放在哪里。”哇，真的是太难过了，因为他拿着香膏，本来要来抹耶稣，因为这是犹太人丧葬的习俗。刚刚我们说台湾因为潮湿，这边地方很潮湿，所以很快就要放入棺木，把它埋到土里面了。除非很特别，没有人再把它挖出来。但是犹太人的坟墓是墓石是可以滚开的，这些亲人还可以进到里面，用香膏来抹这个遗体，让它保持一个干净不腐化这样子。玛利亚这种难过怀疑，她看见要为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没想到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圣经说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但是玛利亚可能泪眼模糊了，
伤心难过，看不见这个人是谁。他把他当成谁呢？把他当成那个过梦的过梦的，咱家现在啦，梦园弄迄个梦园的迄个管理员呢，因为他以为耶稣是管理员。但是当主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玛利亚，叫了玛利亚的名字，他突然间就醒悟过来了。因为一个突然间到墓里面墓园当中要扫墓的人，怎么这个人认识他呢？我们到一个大墓园里面，管理员看到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是谁呀，但是竟然听到玛利亚这句话，玛利亚突然间清醒了，眼睛明亮了，所以就用希伯来话说：“拉波尼，老师啊，是你呀！”然后耶稣就跟他做一点提醒，说：“先不要拉住我，先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到天上见我的父。”而且他还告诉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跟他们讲，我要去见我天上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这句话产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界定跟影响，就是我天上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去见我的上帝，也就是你们的上帝。所以这件事情就传开了。这位玛利亚去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她不再哭泣了，不再是看不见她所要抹香膏的主，而是看见她的主已经复活，所以就传达了主对她所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空墓得到什么样这一个复活节的讯息呢？教导呢？黎明前的黑暗，玛利亚在天还黑的时候来到坟墓，她的脚步沉重，带着过去的记忆。她原先的记忆是说：“哎呀，我的主，我的老师是被钉死的，是残忍的这个在十字架上流血到断气。”她的形象还在那边，所以她觉得太难过，太不舍了，所以还要到坟墓里面去看她所爱的耶稣老师。对她而言，好像世界都已经破碎掉了。弟兄姐妹，这个破碎可以象征人类，你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也遇到像这样的清晨呐？这款早起时，哎呀，无一点仔愿望，日头要出来不过心情足歹的，因为好亲像规个气力拢无像迄个大粒石头挡伫头前安尼无力感。你的人生会遇到这样的情境吗？把它缩减在玛利亚看到这个清晨要去抹耶稣，但是一个曙光中的呼唤。玛利亚认不出耶稣，但是耶稣只做了一件事情，说：“玛利亚。”这一声玛利亚止住了他这3天的绝望。这就是他生命翻转的第一步，因为他被看见。在复活的曙光中，耶稣用同行者的身份，他也没有特别惊扰他，只是叫了他的名字。甲伊讲玛利亚，哇，他规个人身躯怎有力起来呢？因为耶稣用温柔来接纳玛利亚的软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大能力带来的翻转，就是在这里。因为生命翻转的体悟，就是复活大能，不是让我们耶稣基督够好咱在信耶人都变超人什么事情这个百毒不侵凡事都能了都难不倒我，不是，他不是要我们做超人，是在让我们回到自己，回到我是谁。虽然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像那个空墓那么样的荒凉但请记得主认得你。玛利亚的这个哀伤流眼泪，当耶稣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重新得到了，因为主认得你。你无论在任何的情境当中，你任何人生再怎么多糟糕，玛利亚遇到了空坟墓那一种伤心难过，没有盼望。但是主认得你，在那个时候，空墓会变成你新生的希望。哥林多前书
刚我们读的经文讲了一句话说：“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你的毒刺在哪里？”这句话是多么大勇敢的宣告，因为它是带着胜利的气息在宣告。所以，断裂的毒刺，或是传统和合本所讲的毒钩，就是让人类原先的绝望被终结掉了。这个绝望就不再产生在所有接纳主耶稣复活的人身上了。弟兄姐妹，死亡对人类是多么大的沉重，对不对？但是死亡其实也不光只是肉体上时间到了安息那种层次而已。死亡常常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用不同的形式来出现。比如说你的梦想的死亡，你的勇气没有了，也是一种死亡。你原先那个善良纯全的心，已经刚硬掉了，对世上一切软弱苦难没有什么感觉，那个也是一种死亡啊。所以，死亡不只是单纯的物质肉体的死亡。所以毒刺让我们觉得生命不过是走向终点的倒数。毒刺就是好像一个结局嘛，一个审判嘛，一个绝望嘛。但是记得，空幕，这个空幕在证明什么？黑暗是有底线的，黑暗永远无法隔绝光明，所以恩典就没有这个底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的复活节，咱爱去抓到这个翻转的快乐啦。这个快乐若无得到，咱只不过是安尼老热庆祝，等摕一条红卵安尼解决。请会记得翻转的力量是什么？主的复活，我们的失败就不再是定论，不是你最终的结局是失败，因为羞愧被翻转成荣耀，沉默被翻转成见证，坟墓被翻转成了花园。所以讲到坟墓被翻转成花园，以前咱台湾人唔知什么原因王阿婆大家人也听到足惊，迄足侪人无爱经过呢。除了迄爱情来的时候，讲王阿婆也惊去啊呢。其他无人要去啦。但是基督教的墓园就不一样哦，基督教的墓园真的就像花园。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是因为基督徒认为坟墓不是终结嘛，坟墓是一个见证主复活的地方啊，坟墓是一个在思念或是在纪念很多为主见证的圣徒，他们美好的见证，去那边可以做一种缅怀、一种追思、一种重新得着力量。你知道吗？这个纯福音中央教会在韩国他们在祷告山有一个墓园呐，很多人去那边祷告，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圣徒在那边已经完成他们人生的使命了。我还在这边大声的呼喊祷告，因为我要学习像他们一样。基督徒的坟墓不是悲凉的，基督徒的坟墓不再是绝望的，因为它成了花园，是在纪念主救赎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玛利亚是带着喜悦、带着盼望回去告诉他的弟兄，因为他带着这个光，坟墓闪现出来的光，然后去告诉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去告诉我的弟兄。”玛利亚从低头哀哭、垂泪，变成奔跑来报信，这个就是新生啊。时间就这样差别。早上还哀伤伤的流着眼泪，他想说我的主那么痛苦的死，但是一个被翻转的生命是藏不住光的。他的身体就是一个光，因为他是一个见证者，一个见证主耶稣复活，而且是主耶稣最早是跟他显现。看基督徒最大的宝贝是你遇见了这道光，那你就不是像其他门徒躲在门后恐惧啊。很多门徒躲在，所以才会让这位姐妹先来看耶稣啊。其他门徒会走，闪，惊唔知倒去倒位啊，总是空目曙光。我们今天在纪念他，
是不再是2000年前的旧闻。弟兄姐妹，请你勇敢的宣告说：当你离开这个礼拜堂，你面对的生活，你面对的困境，你面对原本让你恐惧、忧伤、愁烦，甚至束手无策的，请你记住这个力量，这个勇气的力量，永远是从耶稣的空坟墓展现出来。因为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已经不在坟墓里了，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最后一点时间要跟大家分享，咱台湾人都知影今仔日是什么节啊？清明节吼。我上帝足疼咱的，昨雨落遮大风再起吼，那天气好起来安尼吼。那本来是气象报告说这2-3天都要下大雨，说不定下午会下来啦吼。但是呢，我们就要在清明当中遇见复活。这真有意思哦！今仔日多好清明节，嘛是过偌节。清明甲过我差伫倒位呢？基督徒也要刚刚从空坟墓，对不对？现在我们要从清明看见神的永恒，在试炼中看见永恒。清明节吼，伫中国人的习俗里面是足重大的节日啦，吼。除了说春节啦，吼，5月节啦、中秋节啦，还是讲买艺啊，吼，也是冬节啦。清明是足大的节日。咱的政府嘛，足贴心的，甲咱4日的连假，像咧春假同款。伫古代诗人写足侪清明节的诗歌啦。所以呢，清明节看起来不是欢乐的日子，对不对？不是欢乐的日子。台湾人足重视孝道啦，清明节煞变做民俗重要的节气啦，扫墓啦、祭祖啦。唐朝诗人杜牧写了一段诗，迄叫做千古绝唱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昨天这里有这种感觉昨天牧师跟谢牧师也一起跟他的亲人去扫墓，真的雨一直下，一直下，好像雨就在跟这一群扫墓的人有一种同样的心境。我的亲人已经离开了，再见不到他们的面，所以呢，欲断魂是表示天人永隔了，隔绝了。但是我们从今天是复活节，刚好2天碰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从尽孝的沉重，要变成恩典的轻省。清明节我们怀念祖先，常常是沉重的记忆。有啦，有的小朋友对是大人去扫墓啦，扫来讲伫个墓园走来走去爽爽的佫有通一顿通食安尼。但是一般的人都会心中足唔甘的，悼念这个墓的亲人，是那种沉重的记忆啦。当然，有人慢慢转变成一种温馨的回忆，讲我的长辈当初怎么爱我，怎么关心我。但是通常清明的。对台湾人来讲，通常我们觉得做不够，好像觉得我当初怎么没有好好的尽我的孝道，或是当初我做的还不够，所以台湾人迄个在生的时阵友好无够亲人过往佫拜拜来斗，因为无烧就佫惊讲伊唔知来找我讨无。所以，我们如果好几代基督徒你没有感觉，但是如果是你第一代。你应该有这种心境，就是怕说祖先会不安，怕祭祀不周成了沉重的负担。那我们的玛利亚，她也带着沉重的香膏，她带香膏来不是欢乐的啦，她是沉重的，来到坟墓，她想为耶稣多做一点。虽然已经死了，总是能够尽她的力量，但是当她看见空坟的时候，发现这个香膏不用了，上帝已经为他做了这些事情，香膏成为一个感恩，是一个庆祝，一个宣告主耶稣的复活。弟兄姐妹，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刚好碰到复活节，我们要
把复活的大能来翻转这个孝道的观念。纪念祖先，我们就不再因为恐惧死亡或迷信，然后觉得去墓里面就是一个欲断魂的绝望。请记得，我们因为知道在基督里，死亡不再是永恒的隔绝了。我昨天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小组，他们在阅读王武聪牧师他所写的那个民俗传福音的小册，慎终追远，慎终追远，但是就是回到最源头，敬拜我们的上帝。耶稣替我们搬开了那一块恐惧的巨石，巨石已经移开了，让我们能够用平安的心来怀念，因为生命的主已经得胜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透过今天也是清明节，真正的清跟明啊，清明，你有没有听过这清明这两字什么意思不？我们让复活带来真正的清明。清明其实是华人的24节气之一，就是清明嘛，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清明时，万物皆节其清明，因为那个时候气清景明，万物皆显，所以叫做清明。意思讲春天到一切拢换新，足光明的迄寒气已经无去烧热要出来这个清明祖先取得很有意思哦。他说：“清明到，气温升，大地一片风光明媚。”这个时候刚好是春季耕种的好时节。但是因为清明，我们要去怀念祖先，又沉重到一种浑浊跟黑暗，因为我们死去的亲人到底人在哪边？怕他在那边没有好好生活，所以我要烧东西给他，祭拜给他，给他吃的。往往觉得到底够不够？有人还觉得有来托梦了，托梦说他很冷啦，托梦说吃不饱啦，托梦说钱不够用啦，糟糕！永远存在那种做不到、做不完、做不圆满的地方。但是基督徒请记得，约翰福音，玛利亚因为眼泪视线模糊，甚至认不出耶稣，好像真的不清不明了。直到耶稣唤呼他的名字，那道复活的曙光才真正照亮他。所以兄弟姊妹，咱伫这期的清明，今仔日要真正属灵命的清明，罪受洗清气，有生命的光明，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清明。感谢主，主耶稣的复活，让清明节不再是一个往后看的日子，而是个往前看的节期。我们不只是看着那一坯黄土，而是看见天上的荣耀。所以我们要一起说饮水思源，我们要连接地上之根跟天上之源。清明节我们讲求慎终追远，台湾人很重视根源最大根，但是我们就说慎终追远，但是要尊敬上主，我们认主归宗，回到最源头，这个生命的源头。那才是我们慎终追远最大的意义。那最大的根源就是创造生命万物的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说：“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亲，也是你们的父亲。”这句话把我们跟永恒连接在一起了。我们会怀念祖先，我们在自己走人生的道路，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天上的父永远在那边呢。有一天，即使我世上的日子结束了，我不是要到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我是要到上帝永远的国度。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对祖先的爱有存放的地方。我们深信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并未消失，而是回到那永恒的家乡。所以基督徒在送别亲人的时候，基督徒在扫墓的时候，请你要把观念转过来，不要在一般人的清明雨纷纷断魂，不是，是哎呀，感谢主，我所爱的亲人他已经在天上永恒的家享受永恒的安乐啦。我来怀念他，是纪念他对我的爱，怀念他是跟他在世的时候相处那个美好，把哀伤变成感恩。
把不舍看成祝福，因为他已经在天上了。弟兄姐妹，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不只有思念的苦，更有重逢的盼望。这就是新生的开始，空目曙光变成新生的开始。然后，请记得我们的家谱不再是一串的名字，一连串一代一代的名字，而是这个家谱一直延伸到创造的天父那边。所以咱讲，纪念祖先，慎终追远，那我们需要回到源头，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敬拜的主，就是等于敬拜了，或是怀念了我们所有的祖先。弟兄姐妹，愿主的恩典跟赐福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在这个复活节跟清明节当中，每一个基督徒确信，你永恒的生命已经得着，坟墓已经变成空的了，那个浑浊消极变成希望跟盼望。愿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然后准备要来洗礼请各位同工预备，一起来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空坟墓不再是一个绝望跟失望交集的时候，而是见证主耶稣复活、感恩带来生命改变的时刻。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因为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从空坟墓变成新生命的曙光。我们要借由洗礼来见证这个救赎是大能功效在我们当中，也借由领受圣餐来见证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得着恩典跟祝福，一个美好的时刻。愿神的恩典、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洗礼式，还有圣餐。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第一个，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这诗歌我们坐着唱就好。这首诗歌叫做台语的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来唱第一节甲第二节就好。在这唱2节当中我们要请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念一下名单。第一个，我们有3位要受洗的：曾慧萍姐妹、陈嘉如姐妹、苏文馨姐妹。然后有8位信仰告白，就是我们的郭淑珍、申盈成、张潘淑芬、吴代忠、林阿棉、方美月、蔡少华，还有张玉芳那另外一位林丽芝姐妹，因为她因为有情况所以要在后面的时间下个礼拜再举行。还有我们监信理事吴天耀弟兄，请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请长老同工来协助安排，排一排在这边也来准备我们要受洗的这一个器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坐着唱第1节跟第2节。面向礼拜讲台，面向讲台，排一排感谢主没关系我等一下要受洗的时候会一个个叫你们的大名我们得到帮助是在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听耶稣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还未升天以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若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释放，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在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上帝所赐的。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有3位要受洗的姐妹，有8位要信仰告白，有1位要做这一个坚信礼。这个时候请你们来回答我所要问你们的。就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并奉他的名受洗，今日也要对你们说：你们心深信，你们若真实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典礼就成为你们罪得赦免的记号以及证明，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跟基督连结在一起。我们当中有受洗的，有已经受洗过要举行坚信礼或信仰告白的，请你们都一起来回答在主面前来做誓约。第一，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相信。你们是否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愿意。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感谢主。这个时候有3位姐妹要来做施洗我们一个个叫名字请你到上面来，请谢牧师帮忙他们跪下这时候第1位慧萍姐妹来，请上来，小心，来你扶着她，来你跪前面，对，面向前面，对，小心好，来。曾慧萍，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以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起来，慢慢来。OK， 好，来到下面来，到下面。第2位是我们的陈家如姐妹，来，小心跪下来。陈家如，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起来，来。第3位是我们的苏文馨姐妹。苏文馨，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来，起来，好，请回去，谢谢。我来做宣告，到电话。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得胜，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辜指摘。现在做宣告，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或信仰告白以及坚信礼。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互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赐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来赏识他们，使他们连结于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遭到试探的时候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们一生能服侍你，荣耀你。神啊，感谢你，我们当中有3位姐妹受洗，我们有8位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受洗，已经在教会有美好的服侍。感谢主带领他们加入了互强教会这个大家庭，他们也要秉持以前信仰得着的装备跟学习，一起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一起服侍你，一起见证神的恩典。我们也有从小受洗，今日举行坚信礼，愿神坚固他的信心，让神的恩典一直与他同在，领受最美好的祝福。奉你们来祝福每一位加入互强教会大家庭的弟兄姐妹，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用拍手来鼓励他们，请向后转，向后转，向后转好，为了
加快这个节奏，我来一般介绍的时候，我们要请谢牧师来送这个礼物，然后也请送完礼物，长老就来握手，然后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的牧者就站在台上，然后要照一张大合照。在照大合照的时候，我们等一下有3位可爱的小朋友要受洗，也请3位小朋友的父母亲在拍照的时候也都加进来，我们拍一张大合照哈。之后我们才小儿洗礼。来，我要来介绍，因为这个名单上我要一一来做介绍。第一个是我们的曾慧萍姐妹，举个手好不好？拍手。感谢主，慧萍姐妹呢是属于那个紫兰小组哈，她带领的是我们的梅芬律师啦，梅芬律师举摇摇手。慧萍姐妹，你的孩子有来吗？哎，来举手。她的儿子来了哈，感谢主。那慧萍姐妹她说其实她20年前就有人介绍耶稣给她，但是她那个时候没有感动。但是她竟然开了一间咖啡厅，叫做窄门咖啡。窄门那怎样那圣经来都有窄门。我跟她说，原来主已经老早就给你定下这个记号了，所以你现在了解窄门的意思啦。你今天进了神恩典的门，神要祝福你，也让他生命得翻转，儿女家庭得着神丰富的恩典。感谢主。来，第2位，我们介绍陈家族姐妹，家族姐妹举个手。好，家族姐妹，她的先生就是抱着小孩的曾瑞安，也是我们的若荣长老慈宝老师的第2媳妇。拍手拍手拍手。我在问他的时候，他说是跟瑞安认识了才接触信仰。不过我们圣经有一句话说，后面呢被变歹星所以瑞安你要跑快一点不然家族会比你更快这个信仰上会更前进等一下他要带小朋友来受洗感谢主那我们为家族祷告，因为他的家人这个娘家这边都还没信主，但是支持他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感谢主。第3位是我们的苏文馨姐妹。那苏文馨姐妹呢，我们很多会友都认识她了，因为她其实应该算是有点坚信你的味道，但现在小时候可能引申很多缘故，她没有办法在小儿洗礼，所以今天就举行成人洗礼，2个合并在一起文馨姐妹她在国中的时候就加入我们富强教会，也在我们的提摩太还有我们的基甸牧区做美好的服事神的恩典呢。因为她有做美好的服事，她认识了她最爱的丈夫，就是我们的冠然兄。来，冠然兄举手一下，冠然兄，感谢主。因为冠然是我们李伟教授的研究所的学生，李伟教授邀他来我们参加我们第1届的幸福小组，他就受洗了。也因为这样，上帝给他3个礼物：第1个是成为基督徒，第2个完成研究所的学业，第3个取得我们富强教会的美女。感谢主他们因为结婚了，才刚新婚圣诞节左右才结婚，所以还是新婚当中也来洗礼真的是喜上加喜他们现在是在新竹那边科学园区工作特别今天呢特别回到娘家来洗礼，你看多感动。他的妈妈我们的慧娟姐妹来起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慧娟姐，阿姑西道长老阿金嘞，阿姑阿金拢底下那个献诗阿金你家还有你家人吗？好，很高兴我们在洗礼的时候都有亲友团很感谢主。再来呢，我要介绍有几位是信仰告白的来，他们已经在别的教会受洗了，那今天加入，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好几位他们都是好，我们先介绍坚信礼好了我们的坚信礼因为那个名单是先来，天耀兄来举手一下，天耀兄。天亮兄呢，他跟文馨的情况类似，他小时候就洗礼了，就在教会了，但是因为他工作关系一直没有坚信礼，所以到现在资历很久了才做坚信礼那我们的天耀兄他对圣经对信仰非常的透彻，他参加了我们的松年的读书会他是主将之一
听说当时他的同学就是我们的名人执事，邀他一起办读书会。他说一下子邀了10-20个，但是陆陆续续都流失掉，只有他留在这里，因为他是创办人，他不能离开但是今天他的读书会同学摇手一下来，读书会同学你看哇，所以呢，我们的天耀兄伊就是走第一棒后续我们的那个读书会同学要接着他的棒一个一个报名来受洗感谢主我们的天耀兄他在分享的时候做了一个见证，他在儿童的时候在民族路受洗啦，民族路教会，那长大在各地教会各处教会去，但是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们的长老很感动，他说我进来富强教会就感觉不一样，每一个人都笑容满面。每个人都充满了爱心，让他觉得这个不能离开了这是足久的基督徒讲的话不是新来的表示天亮兄对我们的教会有很大很大的鼓励，我们再次拍手欢迎他。好，我们有8位是我们的信仰告白，他们一个共同特色是他们之前都已经认识。让他们共同加入富强教会，一起要来这边受造就，来服侍神，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来一一来介绍。第一位是张潘淑芬姐妹，有没有在这边？淑芬姐妹，好，来拍手淑芬姐妹是他们这一个群组当中应该年纪最长的成为他们的长辈感谢主，她接受这个信仰他们就加入我们的富强教会。第二位是林阿棉姐妹，阿棉姐妹好，阿棉姐妹是我们的，这也是在里面的美月姐方美月姐妹，再来一位美月姐妹她的阿姨啦，那个看来可能2个无像姊妹是要叫她阿姨是因为我们美月姐妹来带领她来受洗的感谢主她还要服务她常常邀她来做礼拜感谢主再来是有2对夫妻，我介绍一下，一位是蔡少华弟兄，还有申莹晨姐妹，是不是？好，少华兄、申莹姐，好，夫妻来拍手欢迎他。那他们这对夫妻的信主是莹晨姐妹，她是小时候就信主了，然后在追求信仰当中，跟我们的少华兄结婚之后，就带领他，鼓励他来受洗，所以夫妻同心他们是新营人来这边一起加入富强教会，我们继续为他们代祷他们的孩子都很优秀我们再次拍手欢迎。在另外一组是我们的吴代忠兄跟郭淑珍姐妹，摇手来，好。我们的代忠兄跟淑珍姐妹他们在追求信仰当中也非常的精彩很认真，我看到他们资料，他们也读过一些神学的课程，是有神给他们最美好的这个圣经的基础，他们也很认真，会带领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戴忠兄他有很多美好的见证，还有淑珍姐妹他们在神学上面有很好的造诣，运属适合他们。他们这几位呢都在西道小组，哇，西道小组太棒了，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来西道小组。再来还有一位一位是我们哈拿小组的张玉芳姐妹，来摇手来，摇个手玉芳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玉芳姐在哈拿小组，她那边也做见证说，她觉得在富强教会她有领受非常棒的属灵的氛围，她觉得加入富强教会加入小组有非常大的造就栽培。虽然她之前有受洗了，但是在大学时代可能一段时间就没有继续但是在富强教会重新发起他属灵的一个一个往前的迈进愿神赐福他在富强教会有美好的祝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请我们的牧者还有长老来握手接纳，然后拍一张大合照，来一起来，我们请长老一起来，谢谢，恭喜，祝福你，上帝祝福你，欢迎，上帝祝福你，欢迎，感谢主，欢迎你们，感谢主，欢迎好，站在原地要。那我们也请我们的
三对夫妇带领小朋友到前面来，准备要照相，可以吗？来，三对夫妇要小朋友洗礼的，请到前面来。来，好，到前面来啊！小朋友带小朋友的，让他们站在一起，好不好？我们长老可以站在第三排哈。那小朋友来，让我们3位年轻的站上第2排，我们请小朋友让他们站第2排，对，我们站上来，来，你站起来啊！小朋友站这边，对，好，对，啊，你好，好，再一个再上来，好，这3对哈，我介绍一下，一对是曾慕言小朋友、谢晨曦小朋友、王慕辰小朋友哈，等一下他们要洗礼哦哈，来再过来一点来，我们再摆一下位置，摆好一点哈，好，没关系，这样可以，来，我们看前面哦，小朋友看有没有面向照相机，才照得到你们，好来，好了吗？好，还有一张那个手机拍了吗？好，拍手，谢谢。好，现在哈，我们儿童的小朋友先休息啊。这个我们洗礼的，我们有各小组、各单位要送他们小礼物，来，你们站回去原位，来，好，他们要送你们小礼物，祝福啊，来，好，然后再拿到礼物再回去哈，来。等一下哈，各小组跟单位，如果要再合照的、照相的，我们再另外安排哈。好，我们拿完礼物我们请慢慢走回去原位哈，慢慢走回去，谢谢。好，可以回到你的位置了。等一下再照相哈，各位弟兄姐妹，今天非常的高兴哈，我们除了有大人的洗礼跟间洗礼之外，今天有3个可爱的小朋友要来受洗，这是非常棒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3个小朋友哈，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就是他们三代都在富强教会成长，3代都在富强教会成长，也象征我们50几年哈，我们3代同堂。3代的传承成型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特别的，就是请3个小朋友的父母亲，而且阿公阿嬷都会出来，好，一起来告白，好不好？好，我来报名哦。这个时候是曾慕言小朋友、谢晨曦小朋友、王慕辰小朋友，我们请诗琴来唱这首诗歌。第三节先排好，面向前面，第3节我们请钢琴来弹一下，好不好？第3节，上主的水山有水满，等这天蓝蓝，以色列中间享受平安，为你为我大行必办。我们请阿公阿嬷都来哈，都来。我们再唱一次第3节，再唱一次，预备来。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有清净奇妙的平安。以色列中间领受平安，为你为我大行必办。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这个洗礼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我们富强教会50几年，这3组阿公阿嬷、爸母跟细囝，拢伫富强教会成长。
这是神奇妙的恩典，而且还有一个是世代哈，咱的敬献结束。所以特别邀请他们一起来，除了说见证这个奇妙的传承，也跟他们的儿女一起来做誓约，来表示要一起同心来培养他们可爱的小朋友成长哈。那我先来做洗礼跟誓约的动作，然后再做介绍。我们得到帮助是依靠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之名。马可福音记载说，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耶稣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虽然我们的小孩、幼儿还不明白这些事，但所应许的要归于他们。他们是恩典之约的后裔。上帝以洗礼带领他们进入，成为上帝家里的儿女，归属基督，成为他的百姓。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小孩的父母，包括阿公、阿嬷、阿祖，一起来做誓约哦，哈。好，今日你们的小孩要受洗，你们在上帝面前告白你们的信仰。第一，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是。阿们。你们要依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与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幼儿，以祈祷及好行为来养育他们，让他们所做的都能遵守上帝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阿们。这时候我叫小朋友的名字，然后为他们施洗，请谢牧师来协助。第一位是曾牧言小朋友，可爱的小朋友，来，都看过来的，你等下用水灵贴。好。小朋友，曾牧言，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来，第二位是谢晨曦啊。来，谢晨曦，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可爱哈，可爱。第三位哈，上细汉的，大家2个外月啦哈，2个外月啊，可爱的小朋友。2个半月。牧尘哈，牧林，对不起，牧尘是老大。好，王牧林，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拍手，感谢主。我来做宣告，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3位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培生会员，有父女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些幼儿的父母亲，还有祖父母阿祖，都一起跟会众一起甚至来做见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礼。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来照顾这些幼儿，引导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分别为圣，使他们的智慧跟身量在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来成长。愿你丰富的赏赐他们，引导他们平安度过儿童时期，健康成长，救他们脱离少年人的诱惑，直到成人时能够明白自己的信仰，坚持到底。主我们的上帝，愿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曾在拿撒勒享受人世间的家庭生活，我们恳求你祝福这些孩子的家庭，帮助他们的父母跟所有照顾他们的亲人都满有智慧和温柔，让他们在爱中成长。主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个50喜年的时刻，这3位可爱的小朋友也见证了在互相教会50年当中，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3代4代一起在教会成长，一起蒙福，一起来为神来服侍，一起来传福音。主啊，愿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多，在互相教会满满的成长，满满的见证神的恩典。我们将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把3个小朋友的家长都向后转一下，来介绍一下。来，那我们请谢牧师来帮我们带送小礼物。第一个小朋友叫做曾牧言牧言，他的父母亲是瑞安跟嘉如。
刚刚洗礼了哈。阿公阿嬷是我们的缩龙长老哈，缩龙长老，还有这个慈宝老师哈，感谢主第二组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谢晨曦小朋友，晨曦小朋友，父母亲是以盛，还有子倩哈，阿公就是我们的程佑长老哈，拍手拍手。再来第3位哈是我们洪恩跟宣荣的这个第2个小朋友叫王木林，木林小朋友才2个半月哈，感谢主哈。好来，阿公阿嬷就是我们的魏鹏长老，还有美娟老师哈。阿宙是我们的竞选技术，嗨，我们请寿荣长老的大儿子，我们的曾牧师也一起来，我们照一张相可以吗？谢牧师再照一张相来，我们请曾牧师来，师母也来，师母在哪边？在忙主日学哈，我们拍一张这个3代传承的大合照，来，我们一起来，好。好，恭喜他们，请回座，谢谢。我们一起来准备守圣餐，一起来领受圣餐。够礼物哈，对，还有小朋友的礼物也要送，有没有？小朋友要送礼物吗？有人要送小礼物给小朋友？有吗？有哈。不然等一下再补送，然后再拍照，好不好？好。弟兄姐妹，我们马上接下来要举行圣餐哈，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圣诗371首，活命的饼为人民来背法。我们请钢琴来弹奏我们一起唱，一起准备。这时歌大家较无熟吼，不要紧，看歌词知影领受圣餐的意义啦吼。感谢主，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各位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三甲伫地。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作声讲，这是有提饼作声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各位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为迄暝有提饼来祝谢，咱照伊的模样，咱三个来感谢。主阮的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让成做阮属灵的朋友。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来感谢，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时阵，咱请我们的长老一起来服侍。是帮忙，这后边啊啥，后边这嘛使吼，较紧啊，不要个两个。好，我们今天联合礼拜，所以位置坐的比较满一点啊。我们请在比较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主动往前来拿这个圣餐哈，也可以用传的过去，传过去，这样比较快啊哈。我们有洗礼过的、坚信你信仰告白都可以拿哈。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比较中间一点的，请站起来拿比较快，或是摇摇手哈，可以马上拿给你。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室里面，既然你们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有比较角落的地方有没拿到的，请摇摇手，我们可以比较快拿给你哈，不要客气。有受洗、坚信礼信仰告白的都可以来拿。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室里面，既然你们时，就今日来纪念我。我们拿着这个饼跟杯，我们自己内心默祷告，说神啊，你为我们牺牲受苦，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愿这个大能的救恩临到我，让我得着生命的平安。健康喜乐，让我遇到了所有的困难，因为有神的力量，让我重新得着曙光跟盼望。感谢主。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还有谁没有拿到？有人无摕到，免客气哈。好，咱甲第一层薄膜把它撕开，把饼拿在手上。各位兄弟姊妹，伫过我的日，咱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三角来领受。这个时候，我们请
轻轻的把第2层的铝箔薄膜慢慢撕开，我们拿在手上。食了后，安尼旁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各位兄弟姊妹，咱三个领受，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色里面，咱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同心来祈祷。主，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愿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我哋上帝感谢你，伫这国外的节期，阮欢喜迎接主耶稣的国外。这个国外是咧见证主耶稣赢过死的关系，赢过罪的束缚，灵心得到荣耀的生命。这个我也成做阮生命的愿望。阮通过这个饼甲杯来纪念主耶稣的救赎，所以阮大人拢有份这个恩典。愿主将这个恩典继续伫阮中间，互阮行出耶稣基督救恩的可款式，为主来做见证，熬传主你的福音。伫你面前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做伙领受，也做伙感恩，也做伙领受这个荣耀的恩典。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我们以下要来进行奉献哈。那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哈。今天呢，我们新的钢琴哈奉献礼，所以等一下我们在执事来收奉献的时候，我们有2种奉献，一种奉献就是我们主日的奉献，第2种就是圣餐的感恩。你若是有感动，如果你有感动，或是你有准备，我们在周报里面加了一个奉献袋，那个是为圣餐的感恩。那这些经费呢，我们就留在我们的宣教基金，等于做慈善帮助弱小教会，或是我们传福音的用途。如果你有感动，2种都奉献。如果是不方便，我们就其中的1种就可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同时收奉献当中，我们也要请我们的富强3重奏信宇、信贤、林清长老，他们用这台新的钢琴来演奏这首乐曲，当成献礼奉献给神。我们一边听一边来收奉献，然后等乐曲完成，我们再来做祷告奉献的祷告。我们这个时候3重奏要献奏的是上帝爱听上帝听堂那一下大。我们请我们的执事也开始来收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
上帝的恩典。好，会众请起立，咱用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名的光明，我的献为你，奉献你所行事，我大伫咱唱了奉献的诗歌，牧师带咱做一个奉献的祈祷，吼！咱请咱的执事员徛伫原位，咱三角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通过侪侪听主的兄弟姊妹的关心参与甲奉献，阮有买入即台喜年纪念的演奏钢琴。感谢你，通过信昌长老全家奉献所有的钢琴款，阮也看见伫教会50禧年的时阵，也有伫微光咖啡有直立式钢琴，由美芬律师来奉献，由点珠鼓，由昌城执事、子兰执事来奉献，也有伫地下室自手的平台式钢琴，由谢庆林长老来奉献。主啊，阮感谢你，你赏赐人有即个智慧工艺来制作出遮尔水的乐器。这个乐器是上帝你赏赐人智慧所造成的。虽然乐器是人做的物，总是弹出乐器的是上帝你圣神的感动。所以每一首诗歌、每首歌曲，拢有上帝你奇妙的带领。愿你祝福伫写的所有无共款所在摆入的钢琴、乐器，伫每一个服侍者所弹出来的音乐，拢有圣神的感动，见证上帝你的恩典、福音甲祝福。愿主你也感纳侪侪人为着这个事工所做的奉献，赏赐因看见上帝你奇妙的应允甲祝福。愿搁一遍感谢你，愿这个钢琴伫遮做你的使用，来当互教会的事工音乐的服侍搁较水、搁较好、搁较互你满足你的心意。伫你面前，阮用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请坐。咱即时来背即个月的金句，伫咱的周报第8页，咱先读一解台语，还搁读一解国语，请。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这时阵我来报告，我用华语来报告。下周的服事同工。主理事夏文学牧师，司理事张芷兰执事，其他的同工请我们自己留意。好，请我们看周报的第4页，肢体交通的部分。感谢神，我们今天复活赞美礼拜，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得胜永活的君王。特别在今天礼拜后，由我们的长职跟招待同工会发送每位兄姐一颗复活节的彩蛋，共享主复活的新生命的喜悦。特别感谢以赛亚牧区同工们的辛劳，更感谢以赛亚牧区这当工的辛劳。我们再看第3点，
下个礼拜结束后，4月12日下午1点，我们在2楼举行50禧年庆典的委员会议，请委员们留意这个时间。第4点，刚刚牧师报告过了。我们的钢琴，愿神真的是愿让我们所献上的这个纪念献礼，也感谢神这样一路的带领。第5点，我们在4月16日有吴宪章博士的研经培灵会那培灵的研经的内容是约伯记，主题是搁浅的日子。那请有意愿要报名的兄姐们，请扫描海报上面的 QR code， 或者是跟小组长办公室来报名参加。第6，今天是我们4月份庆生会所以请在会后请我们留步我们来为这些寿星庆生，也求神祝福恩典满意。第7点，有个丧礼的消息，本会王俊尧弟兄就我们的英芬姐妹的先生，在3月30星期一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年58岁。我们定在4月11日下个礼拜6下午的1点，在市立殡仪馆的怀替厅举行入殓祭追思告别礼拜。请为家属得到圣灵的安慰以及赐下力量来代祷。第8点，我们今天的爱心午餐，因为复活节的1个礼拜，所以我们就只暂停1次。另外，由于近期原物料的上涨跟短缺，所以爱心午餐要邀请弟兄姐妹们请自备容器来用餐。然后以下呢，我们的肢体交通所有的庆典事工，还有研习事工，以及我们的其他各牧区的消息，请我们会有大家自己会后来看。另外，在第8页的奉献征信，也请我们留意核对。以上我们请夏牧师来补充报告。这个圣礼点我们有很多受洗者、献了告白的家属都来参加，我再做一个介绍第1组就是我们的林志豪、黄玉娇还有林国伟一家3人在这边来，我们在这边欢迎你们来，拍手欢迎，欢迎来。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纪念告白的少华兄、迎晨姐的孩子蔡钟林。钟林有没有在这边？欢迎你，钟林，欢迎欢迎。那第3位是远道的朋友，不是还在这边，就是我们那个宣荣姐妹刚刚宣荣姐妹她在美国奥勒冈大学奥本大学的硕士教授，叫做 Harrison 在这边welcome Harrison 他们特别从美国回来来搞一些学生我们的。这个宣荣今天抱小朋友来受洗了特别从美国回来来这边也算是来旅游观光欢迎他祝福他在这边有一个美好的时光。再来有一位是我们的刚刚受洗的慧萍姐妹的儿子，叫涂东宁、徐东宁涂东宁弟兄来，东宁弟兄好，我们的慧萍姐妹的公子感谢主，欢迎你来好，那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就好第一个，我们这个礼拜6的上午，我们的9点开始有一个吴宪章博士的这个圣经培灵会，那很欢迎大家都来参加。宪章博士他讲话很风趣幽默不会干嘛爱捆度孤啦我们的松联团契就甘心的因的主会都被配合来参加。但是为了要准备餐点所以你一定要报名，我们才能够数算这个人数。所以小组啦、牧区啦要报名的，我们赶快在这几天在办公室签名留下名单我们才好准备这个茶点、餐点请大家踊跃来介绍弟兄姐妹来参加好，那另外呢，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简单的庆生会才结束，因为正好今天是4月份的第1个主日嘛好，那我们还有50周年庆的感恩餐会，8月9号，我们现在已经告知了，就是等于弟兄姐妹，我们先预期的做名单的整理
那我们后来要交费用才正式报名。我们请在4月份要开始来进行报名的动作报名的动作。其他的报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报告到这边。愿神的祝福恩典跟我们同在。那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大家在连假当中大家一起出入都平安，感谢主。颂荣的诗歌是圣诗102首，哈利路亚，他有复活，请起立。哈利路亚，有个王，咱的主出王国去，一太阳是起来关系，天在百姓都欢喜。哈利路亚，有个王，永远我拢无个死。哈利路亚，有个王，永远我拢无个死。哈利路亚，有个王，你的灵光照不起，让我相信咱的开始，咱的中国就是哈利路亚，有个王，你的神的旨意，哈利路亚，有个王，咱可以的有权利。哈利路亚，有个王，因为我是个王，我命运他咱要尊重，当心我若来健康。哈利路亚，有个王，我的主永远的王。哈利路亚，有个王，我的主永远的王。请夏牧师为咱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扶持恩抓，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也愿复活的主，他的大能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展现，赐下能力，赐下恩典、医治跟平安，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分钟做2个报告。第一个，等一下我们要来庆生会，4月份的寿星，我们要为他们祝福。第二个，我们这一个生日庆祝完成，我们如果各小组、各单位我们的受洗的弟兄姐妹要照相，我们请长老或是同工来协助招呼，然后再拍照有顺序感谢主。我们这个时候要